乡亲啊，这个落雨天，车嘛唔通驶伤紧。国道3号苗栗通宵的路段，早起7点开始上大雨，一台修理车厝链弄到护栏，后壁大货车为着要闪伊，所以弄到另外一台轿车。结果后壁佫驶到位的2台轿车嘛闪袂赴，一台弄一台，总共有5台车连环弄。 安尼也袂煞，同这个时间，这个车祸地点后壁的路段，嘛佫发生2件追弄的事故。就安尼500公尺内，11台车弄做一伙，造成大塞车。在牛岭货车车头弄甲坏了了，驾驶掉伫车内，相队员赶紧将人甲救出来。 驾驶意识真清楚，无生命危险。车祸发生伫国道3号苗栗通宵路段，这台车甲另外2台车发生相撞，同一个时间头前过2件车祸。第先发生车祸是这台车失控去弄到护栏，后壁大货车为了要闪，弄到另外一台轿车，将轿车的门弄断去，所以后壁2台轿车挡袂住嘛，弄落。打滑，然后我就撞到护栏，然后撞回来。哦。 5台车相撞造成高速公路塞车，因为落大雨看袂清楚，后壁有3台车为了要闪这个车祸嘛相撞。有下雨，下大雨，下大雨啊！对，哦，可能前面事故，前面那一段就整个白白的，看不到。这场大雨为早起7点开始落到8点外，1点钟来造成通宵路段500公尺内总共3件车祸，11台车弄歹去。警方提醒讲，伫高速公路驶车速度较紧，热天除了讲较有失控嘛，较有因为看袂清楚来发生车祸，所以讲驶车的速度一定要较慢点。